万民啊，你着学乐。完整的是重复2次啊，哈！啊，第2首是364首。唱倒边的2改，不这对，倒边这边2摆。全地着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只是咱请起立，同心来学乐咱的上帝，天杯稳定真正大。拢地做伴，咱着少念伊的恩，日日永存。好在的甲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一定甲因带，互咱稳定拢无散。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遮尼多。唱，姊妹来感谢。好，主耶稣，感谢你，你的恩典是这么大。是啊，你引带阮的脚步，主啊，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主啊，感谢你安尼来带领阮的脚步。主啊，无论风雨偌大，我总是主你来我做，主你的恩典这么大。主啊，感谢你，我服了你。
人齐来。你的爱引带，予咱阮的拢无错。开咱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呢多。咱着路归乡饮食，予天地拢总相甲欢喜。咱请姊妹来唱，兄弟来学咯。你要阮变真正大，你在引带，无论风雨也变晴，伊拢在做伴。咱着笑念伊的恩，日日的有春，好在的甲咱变正欢喜，烦恼变福气。人齐来。真正大，咱确实伊的确引带咱头前的脚步，咱继续来学咯，美妙主耶稣。心有相同话，又怎搁行行？坐坐困饱忘了我为空伫你的听，一听我最宝贝，毋捌放下我。
带搁行呀，坐坐困别人担，我袂空伫你的听，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做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阔，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到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我的心忧伤痛悲，摇带搁行呀，坐坐困别人担，我袂空伫你的听，做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做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阔，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做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阔，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我真该用主的听来偷放咱的心。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阔，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对答到永远，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找无啥物会当拆散。做你的听。天父上帝，借着这诗歌，是阮对你的表明。主啊，你的听极其的大，我一生要来跟对你。阮搁一摆讲，无论环境怎样，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阮总是要来学乐你。因为你是堪伫学乐，搁真搁活的上帝。主啊，伫阮的生命内面，你甲阮下着定着。每阮一个人有无同款的境遇来拄着你，总是你的听是遮尔深、遮尔宽、遮尔悬、遮尔大。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要洗清阮拢总的罪。主啊，有时阮会得罪人，得罪上帝，求主你搁一摆，就着你的宝血来洗清阮拢总的罪。主啊，伫个新的主日，我用学乐，用敬虔的心来甲主你的面前，就是要搁一摆来甲主你相近我。我感谢圣神的带领，
互阮的人时时想念上帝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是遮尔大。主耶稣，伊本是神，为着阮，成做世人来甲阮的中间，为着要甲互阮甲上帝你来好。主啊，阮感谢你，阮感谢你。求你搁一摆拍开阮的心，互阮看见上帝你的同在，互阮顺服上帝你的带领，互阮会当彼此相听。你的教示，互阮会当时时来警醒。主，阮感谢你。今早起摆咧阮的敬拜，盼望会当得到主你的欢喜。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大家请坐。恁着试看，就知耶和华是好。我靠伊的人有福气，耶和华神的百姓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即时请拍开神圣诗第240页240首。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请兄弟，咱大家做伙来祈祷。至诚的天父，请看阮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主，搁一摆将你的恩典赏赐阮，会使甲所有的众兄弟，大家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啊，感谢主，互阮每一个人的性命咧经历你的恩典的时阵，拢有无共款的造物，也无共款的恩典。啊，恳求主，阮的兄弟当中有信心的，恳求主，你甲加添；有辛苦病痛的，恳求主，互因得到医治；有白腹的，恳求主，互因得到安慰。主，阮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做的一切，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接着，咱要来启应，请兄弟拍开《新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29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因为无通指责，坐声。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指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道路。求你，互我袂依赖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的。我若毋是依赖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以上，煞接咱要请圣歌队为咱献诗。
请兄弟起立，咱同齐坐念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天意的总根头。我用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所接，请兄弟咱做伙共修上帝话。今仔圣经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耶稣入耶利哥伫过去的时，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做抽象的头人，也是好野。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人，若是人多看袂到，因为伊身躯会碎，就走做前，爬伫桑栽树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要踮你的厝。”就紧紧落来，欢喜接来伊。众人看见，咬咬念讲：“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撒该徛底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乡人。若是捌冤啥物人，就将4倍赔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以上。接着，咱要邀请陈牧师来为咱讲道。今仔讲道的题目是救恩临头，请大家注心来听。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的看顾甲引带，通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即个季节变换的中间，通领受主你的保守。尤其对即礼拜开始，阮嘛知气候开始渐渐变冷，秋冬的季节的确来影响阮的心灵。愿上帝亲自祝福，互罗州教会的众兄弟，所有的会友，伫上帝的看顾中间，有一个平安健康的日子。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10月底，阮欢喜组织伫教会三甲继续来敬拜上帝。愿上帝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证。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这是我第2次来罗州教会。第一次来的时阵是2011年，
的正月，迄当阵我拄起来台北，无想到讲，即厝来到伫泸州，爱找足久的路。但是第一厝来的时阵，我都知影要安怎行。总是看见着一个城市的变化，嘛代表讲教会伫即中间渐渐咧进步，是上帝对咱的稳定甲疼痛。愿上帝来带领咱的教会，伫主的带领内底，伫今年得要结束，明年会当继续伫主的真理中间，继续为主来做见证。咱要开始的大声，嘛要邀请咱三甲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咱台语连续来读2遍，3来。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好，再来一遍来。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好来。华语的我们来念2次，请。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再一次，人子来是要寻找和迷失的人。咱今仔日要三甲来看路加福音，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一本福音书。咱咧看这福音书的中间，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拢有无共款咧对耶稣的一寡记载甲描写。特别咱今仔日看的这个故事，是埃亚撒该的故事。咱伫主日2到伫礼拜堂。埃亚撒该的故事对咱来讲是真熟悉的一个故事，特别这是4本福音书中间，敢若路加有记载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往往咱拢会伫主日2也好，也是圣经主日2，包括伫教会礼拜的讲道中间讲起着撒该的悔改。也因为撒该的悔改，咱看见着耶稣来宣布。今仔日个救恩要临到一家，所以我要邀请咱三个拍开咱的圣经，咱来看今仔日个圣经节。今仔日咱讲的耶稣拢是路加的耶稣，甲马太、马可、约翰无啥共款。咱来看，歹势，投影片用我的就好。好，咱看咱的圣经，吼，咱做礼拜爱查圣经。今仔日咱看见着这个圣经的记载，路加福音书19章，撒该伊的职业是啥呢？抽象的人，伊是一个抽象的人，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这个身份伫圣经的记载中间，是非常受到人排斥的一个身份，因为抽象的人，简单讲，若照圣经的历史，这个人伊是帮当时的政府咧食头路，所以咧帮政府食头路的人，伊咧反转回头，过来甲伊的同胞，也就是犹太人扣税。伫扣税的中间，用着真无公平、真无公义的方式，伫遐来甲人加领钱，或者是共摕着钱了后，藏伫家己的裤袋仔内底。所以简单来讲，伫路加福音咱看见着抽象的人是一个罪人啊。所以伫即个情形的中间，咱看见着拄则咱的金融技术所带咱共读即个圣经的记载中间，通看见着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当耶稣来到伫即个城市的时阵，埃亚撒该爬去伫树仔顶面，伫遐要来看耶稣。但是伫遮咱看见着一个真要紧的事是啥呢？耶稣徛伫埃亚撒该的下面啦。圣经甲咱讲安怎？耶稣甲埃亚撒该讲啥？今仔日我要去恁兜创啥？大吗？你的圣经甲我的圣经无啥共款哦。要去食饭啊！路加福音总爱讲食饭的。要去罪人的厝食饭啊！这对
当时的人来讲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代志。圣经无甲咱讲，遮的人听见着耶稣讲要去埃亚撒该因兜食饭的反应是啥，无讲。但是咱会当去假设，大家对耶稣的决定，一定是感觉哪有啥。今仔日只不过是食一粒饭啊，一顿饭尔，1点钟、2点钟就结束。总是耶稣伫遮表明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伊接纳即个罪人，伊去罪人的厝，伫迄中间来食饭。换一句话讲，耶稣的接纳，甲正人对罪人的排斥，伫遮产生一个真大的张力，一个天选伫遮就发生出来。所以咱甲看，撒该因为耶稣要去因兜食饭，撒该伫遮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足有意思。什么决定？恁来看圣经，毋是看我，做礼拜免看牧师无要紧。哎呀，撒该做一个决定。今仔日我若有共片。几杯行人？4杯，甚至我甲我一半拢捐出来。因为安尼，耶稣讲救恩临到一家，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哦。今仔日是撒该伊悔改了后，伊用实际行动去领受耶稣所宣布的救恩。所以咱会通看见着讲，这是一个真有意思的代志，因为撒该的行为表现迄个悔改是内心的转变，内心的转变，内心的转变，英文叫做 change of mind。迄个 mind 代表什么代志呢？迄个 mind 代表啥？给我你一遍机会。心。做大心，这个心应该是 heart 啊，心思，心思是伫对，头壳内底，整个的态度。所以咱伫箴言4章23节有一段真要紧的经文，安怎讲？爱保守你的心，赢做拢总啥一切。迄个心思，迄个 mind， 伫铁壳的解说，就是人的心思意念啦。即摆若用少年人的讲话叫做啥呢？三观啦。你的三观能不能改变？你的三观如果能改变的话，能够对准上帝的真理的话，那今天你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能够荣耀上帝。所以改变毋是干那嘴讲，是爱安那咧？你的头壳爱安那？爱洗过来，洗几度？过去我咧牧会的时阵，会友甲我讲360度，我讲360度头就转去啊，180度，180度的大转变。所以撒该的转变，通互咱明白到一个代志，就是咱咧信仰咧讲，迄个悔改，毋是干那讲嘴讲，或者是一个表现，一个外在。是对内在开始转变，到伫外在，互你的行为举止，互你的心思意念，拢完全甲古早无共款。埃亚撒该伊的悔改，并无互咱看见着讲，因为安尼伊变丧凶哦。伊犹原是好野人，但是伊伫好野的中间，伊开始安那知影讲，将伊的钱财。摕去分享，摕去帮赞有需要的人，也因为安尼，咱看见着伫今仔日最后的即个经文记载中间，耶稣讲，今仔日即个救恩要临到伫即个家。通过即个记载内底，咱看见着讲，因为撒该嘛和亚伯兰的子孙共款，拢被记载伫上帝的国内底。这伫路加福音常常咧出现。
当犹太人因认为讲因的名甲因的祖先亚伯拉罕被记载伫上帝的国内底的时阵，代表讲因的性命是有价值，因伫上帝的国度内底是有地位的。所以咧，为兄弟姊妹，咱咧看路加福音，有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理解甲思想，就是咧甲咱提醒讲，撒该的悔改，帮助咱去看见到一个正确回应领受救恩的一个信息。因为伫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甲罪人抽象的人食饭的时阵，逐个人拢咧甲伊笑，但是耶稣讲安那，我来毋是要找好人啊，我来是要创啥？是要叫罪人来悔改。所以咱会当看见着讲一开始，伫今仔日个经文讲着抽象的即个身份、即个职务，互人排斥，因为因伫社会中间做一寡互人无法度尊敬的代志。所以咱咧看福音书吼，听洗礼约翰也好，耶稣也好，拢是接纳罪人，然后伫即中间来帮助遮的罪人悔改。伫每一次咧讲路加福音的时阵，我拢定定会甲咱的兄弟姊妹分享。马太、马可因有无共款的信息，包括约翰，嘛有其他福音书无记载的代志。但是咱倒来想哦，路加福音有足侪马可、马太、约翰无记载的代志。譬如讲，大家上解对路加福音书嘛有理解，即个大囝甲细汉囝的故事，嘛有讲到找钱银的故事，找羊仔的故事，今仔日都有找即个撒该的故事。到底路加福音这本册咧，甲咱讲啥？路加福音书的23章35节咧，甲咱讲。当耶稣伫十字架顶帮咱做一个祈祷，什么款的祈祷？耶稣伫十字架顶帮咱做一个祈祷，讲安那？爸啊，赦免因为安那？因所做的因毋知。耶稣帮咱祈祷，求天父上帝赦免咱。伫即中间看见着讲，上帝迄个慈爱显露出来，所以当上帝的疼显露出来要赦免咱的时阵，人就爱安那呢？爱安那样去回应，爱悔改。但是伫迄个悔改的中间，拄则咱有讲哦，毋是干那嘴讲啊，是你爱有实际的行动。路加福音就是咧，甲咱提醒甲挑战。伫你的悔改中间，敢会当有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讲你真正来领受这个信息。所以路加福音书第3章就甲咱讲安那行动。路加福音书第3章，一群人走去找惊洗礼约翰啊。3章的第10节、12节甲14节拢讲安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做？惊洗礼约翰讲安那，你若有2领内衫吼，你1领爱分人。意思就是讲，你爱将你一半拢分人啊，分享出去，要分享出去。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说，当时候的社会结构，那个贫富差距很大的时候，有权力的人抓着资源，但是他不愿意放。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所带来的信息，是要提醒所有有权力、有资源的人，你敢会当将你的资源放互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帮助有需要的人，通互因的生活会当过了更加。所以路加福音书
所带互咱的一个信息中间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咱从即款的思想扭转来看耶亚撒该的故事的时阵，咱就会当知影讲，当耶亚撒该的悔改，就是来回应今仔日路加福音书咧讲迄个分享，迄个真有意思的代志。要安怎分享？伫路加福音书拢甲咱讲，你爱将你所有的一切一半分出。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传统的解说拢甲咱讲撒该的悔改，但是咱嘛毋通袂记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咱若甲人物圣经的人物放伫耶稣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今仔日上帝会听，主动咧找人。上帝的爱在主动找人，因为耶稣主动告诉撒该说：“今天我要去你们家，透过这个样子，让救恩能够临到。”所以撒该的行动得到耶稣的回应，耶稣嘛因为安尼来去看见到撒该伫即中间，通过实际行动来帮助当时互伊欺负甲社会有需要的人。所以咱甲看，伫整个即个圣经的记载中间，耶亚撒该伊的行动是啥物？伊主要一开始圣经甲咱讲，耶亚撒该行动要创啥？伊要去看耶稣啊，爬去伫生栽树的顶面。总是也因为安尼，撒该搁较要紧的，伫伊看见着耶稣了后，伊则进一步去回应，因为耶稣对伊的接纳，互伊会当真实去悔改，来帮助送香的人。伫分享的中间来得到资源，得到稳定，通过安尼，撒该因全家来得到救恩。各位兄弟姊妹，咱甲遮所有的信息扭转来到伫咱家己的生活的时阵，真有意思。撒该的即个背景。咱看见着讲，迄是一个无公义的一个社会，所以也因为安尼，咱看见着讲，当时社会的人非常的自私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爱人分享？因为对照自私。伫迄个自私的中间，咱通看见着讲，人若伫即中间会当拍破原底利益关系的结果，人就会当伫耶稣的面头前来悔改，因为人看重的不再是金钱甲地位，是会当伫上帝的恩典甲救恩的中间来认捌着上帝的疼痛。简单来讲，社会的无平等，送香好业的差距愈有愈大的时阵，人的心灵会受到影响。介绍一本册，互咱大家做参考。这本册叫做《收入不平等》，社会结构的问题会造成心灵的艰苦。我6月份对淡水教会结束我的牧会。我即马伫公家机关咧食头路，一个月领公务人员的薪水。咱遮若有公务人员的兄弟姊妹就知影讲，公务人员的待遇是差不多偌济。因为我大学的老师伫公家机关咧食头路，所以我即马出来讲我公务人员，我政府官员。我做牧师结束。去社会食头路，才知影讲吼，古早我食米毋知影米价。我即马生活吼，对古早看会友讲奇怪，恁去全联吼，太拢爱咧收集贴纸，去 7-11，他爱买咖啡要寄杯啊。
才知影讲，即马社会整个迄个结果，毋是咱想象讲，大家拢过了真好。我问办公室我的助理，我讲恁一个月偌济？因为无共款，甲我比安尼啊。讲哦，一个月有3万都袂歹啊。讲无啊，还有一个月3万，一个月还无到3万。啊，拢少年啊！啊，这个少年啊，甲我讲，你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辛苦啊！我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月赚的还不够我们去谈恋爱。意思就是讲，一个月拢无欠啦，一个月拢无欠。啊，中到时啊，我想讲奇怪，啊，着办公室拢有订便当啊，一粒100块啊，即摆便当一粒100块，这伫泸州毋知算贵啊俗，差不多啦。啊，结果阮遮助理拢炸胖，拢带面包。我讲啊奇怪啊，有这个办公室可以订便当，为什么不订？你讲一个便当100块，我们带一个面包几块？35块。7-Eleven 的那个面包，安尼欠钱，为了啥？为了要谈恋爱，没有错。咱看起就讲迄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的结构面越来越不公平，所以人伫迄个无公平的这个身份收入的时阵，人的生活就开始有焦虑，人就开始 anxiety。啊，焦虑食药啊无药医呢，食药啊无效，爱靠啥？阮伫淡水这个时阵，阮牧会就爱开始算啥？咱遮若有时代就知影气候咧变，差不多10月、11月会发生啥物代志？咱遮有医生无？还是伫卫生所上班的？啊？毋是。会发生脱微笑。情绪、身心开始变化。像讲，阮伫遐咧牧会6点去甲你饲电铃的，连续饲3天。或者是讲电话卡来，甲你讲2点钟，就开始人就陷入到那一种焦虑、忧郁、躁郁，甚至安那焦虑。啊，我坦白讲，这种药啊无通医的啊，爱靠啥？爱靠上帝啊，爱靠信用。敢若信用会当去帮助人伫即中间渡过迄个难关。所以诗篇23篇甲咱讲啊，行过迄个死荫的山坡，也毋惊灾啊。你位兄弟姊妹，我伫即段时间我对7月去到行政院报道的时阵，安尼到单，我感觉讲社会真正毋是我想的遐简单，嘛毋是我想的遐单纯。才会当去理解讲，原来为什么伫咱的信仰中间，常常咧讲迄个悔改，常常咧讲迄个救恩，常常咧讲迄个耶稣基督的疼，对咱来讲是偌尔要紧。伫办公室的中间，有真侪人拢会讲啊，主管对伊安那，甚至感觉讲伊去用边缘化，甚至去用冷冻，甚至去用排斥。伫迄中间嘛，讲起着因的家庭有啥物款的状况，递到互伊来上班拢袂喜乐，袂快乐。伫迄个欠缺被疼
迄个生活中间的时阵，人的生命就愈来愈衰微。也通过安尼，咱看见着伫社会、伫家庭充满需要被接纳的时阵，人需要倒来到伫信仰的中间，通过耶稣来得到帮助。埃撒该互咱看见着，伊认捌着耶稣，耶稣将上帝听互伊的时阵，帮助伊，互伊悔改，然后开始有过喜乐的生活。我想伫10月份，咱下个月可能教会就准备爱召开事工研讨会，开始编马尼道的话说。我想伫遮来甲咱大家做伙互相来勉励，特别伫教会开始咧思考明年咱的事工要怎样去进行的时阵，特别咱要怎样用实际行动帮助人。或者是讲重新去思考，当教会要成做5万的记号的时阵，咱要怎样去挑找到亲像埃亚撒该即款的人，会当互伊来得到悔改，嘛通互伊会当来到伫教会。因为兄弟姊妹，伫咱的信仰中间，咱常常咧互相提醒。教会一旦有资源，就的确会当，互咱的兄弟姊妹，互咱的社区来得到帮助。我伫淡水教会，捌经历到一个真稳定的事，就是伫阮疫情的期间，有一群香港人来找阮，伫教会空间遐尼亮相、遐尼空阔的中间的时阵，即群香港人因为反送中走来到伫台湾，有一群人住伫淡水。伫迄中间，遮个人敢若误问讲，是毋是教会会当借一个空间，互因伫遐做礼拜？所以伫小会甲中州会拢有同意的时阵，互即群香港人会当伫淡水教会的一个教室伫遐来敬拜上帝。我讲即个例，要互咱大家来做伙思考，就是讲教会会当主动将咱的资源放出去，来接纳搁较侪有需要的人的时阵，那安尼上帝恩典甲疼痛，就的确临到伫咱的中间。我想咱捌听讲，这教会最爱听讲的捌听讲。伫即几年，淡水教会因为安尼，煞有机会起一栋楼仔厝。我想上帝的救恩，嘛伫即中间临到伫咱的是，互咱的兄弟，互咱的教会，通过安尼来得到大大的快乐。我相信有需要的人得到救恩，互咱的教会嘛共款会当得到救恩，通过安尼来相甲见证。上帝的仁慈临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引带罗州教会伫今年要结束，明年要新的一年的时阵，会当领受主的恩典，会当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帮助更较侪人，互咱的教会会当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来继续得到上帝的疼痛。咱三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伫教会有当时有软弱，阮伫教会有当时伫社会的中间受到影响。总是阮感谢主，会当互阮倒来到伫教会来调整阮的信仰，互阮会当哪来哪亲近你。天父上帝，阮也求你来成做阮的帮助，互阮会当来亲近耶稣，嘛通互阮心就真欢喜，互阮会当伫上帝的听悔改，心的欢喜，就若亲像耶稣对撒该所讲的，救恩要临到你甲你的家。求上帝嘛，将即句话临到伫教会，伫罗州教会的中间，互上帝的救恩临到伫即个中间，即间教会通过安尼，互侪侪兄弟。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的疼痛，当阮将
阮所领受的摆咧伫主你的手中，也求上帝继续引带阮头前的路站，会当互阮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你的疼痛。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请迎接咱起立，拍开神圣诗第364首《临泉首》。请坐。大家，咱要来奉献，请事献的同工出席后师。请起立。请迎接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经句。咱今仔的经句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咱家己的咱读2摆。37，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因为人子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咱今仔日敢有新朋友？无我来约略来做咱会务的报告。第一，分会消息。这第一点真重要，已经谈几啊礼拜啊。
因为内政部实地查核咱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甲作业，敬请会友协助填写、收集、处理甲利用个人资料同意书。以下请咱大家有1、2、3这3点，咱大家仔细来甲看，来过目吼，尽量来配合咱教会要实施的办法，请大家兄弟来配合，感谢。第2点，本主日教会邀请陈牧师来正道，感谢陈牧师美好的信息分享甲勉励。第3，咱10月27的主日基电会募款主日，兄弟请关心代祷。第4，本会信德奖学金申请，经审查得奖的学生有记载伫顶悬，请顶悬有记载名的兄弟，伫10月27主日礼拜的时阵，亲身出席来领奖。第5，咱街舞班第3期要招生，每礼拜六下晡4点到5点半，本期有5堂课，1000块，4上1堂要收200块。咱的师资是淡江大学热舞社，招收国下国小以上55岁以下。咱若对这有兴趣的，请咱踊跃来报名。每礼拜3暗时8点，咱有读经祈祷会，请咱大家踊跃参加。第7点会计报告，请咱大家过目。咱顶届新朋友张千金姐妹敢有来？无咱继续来为伊祈祷，希望伊继续来甲咱聚会。有来哈，好。咱肢体相同的部分，拢总顶悬有记载，请咱大家为顶悬所记载来祈祷。以上，请问，敢有要补充报告？好，安尼，咱即时请兄弟起立，咱拍开新圣诗第397首。咱来吟上行尾变诗，吟诗煞，请牧师来为咱祝祷。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保守相通，临到伫泸州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嘛看顾这兄弟伫将来一礼拜的中间，有主的同在，充满喜乐甲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